继续来看花莲，前2天的半暝发生规模超过6个地震，位于晋阳的寿丰乡的水莲村甲盐寮村拢受到影响，有袂少厝损断，厝内底如苍苍，居民唔敢踮伫厝内，规暝拢踮伫大路边是有路无厝。啊，讲地震的同时，寿丰乡公所的电话拢敲袂通，乡长人甚至是伫咧日本。 啊，现部人就伫日本的乡长面对着质疑，是出面来回应，讲4月初3迄边的地震，伊拢伫乡里咧看灾。即届是4月20到日本来参访，啊4月23的地震嘛拢有请建设科长帮忙处理。 规内底比人较大的砖仔遐，落感觉死记，连铁片厝的厝顶都拢落落来，厝内物件东倒西歪，假树头嘛倒伫涂骹。花莲的地震有够接，乡亲拢惊到厝嘛唔敢大。这是花莲的晋阳寿丰乡的水莲村，听讲乡长出国去验。夜了文章写讲，村民规暝困袂去，水莲村8外户停电，抑过电话敲去乡公所，无人留守，电话敲袂通。 心情当然是会受影响啊，毕竟他是一乡之长嘛。这个情形可能要问村长。当然是我们当地居民，水莲村居民是希望乡长能够来关心一下这样。其实他这个之前就已经安排好的啦，谁知道会有地震？这真的没有办法预料到的啦。23号就休息嘛，可是都有人在呢，都还在上班呢。 水莲村受到影响，有几啊栋厝有必顺歹去，乡亲唔敢大，因过乡长人带工作人员出国去日本算8天。花莲6.3余震位于正央的寿丰乡受损严重，但实际来到乡公所，发现乡长在这2天人根本不在国内，就有居民质疑是想逃避救灾责任。8号、19都也在乡内，我也是跟县长都去慰问，还有去跟乡民看一下嘞，送物资啊、现金呢。 民切社团阁写讲，控诉控3大地震的同时，乡长要你唱卡拉 OK， 虽然当时有请工作人员去协助，因过伊的乡早就变成灾难的现场啊，伊的人搁伫国外，嘛无伫第一时间指派人员去处理，难免互乡民的感觉观感无好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